今日介紹一個超平嘅定制 ERP 介紹俾你，唔好再俾一個藉口自己唔去為自己公司嘅系統做改革。咁而家我哋嘅 system 咧已經配置咗咧 WhatsApp 啦、Facebook 啦、Messenger 啦，唔同嘅通訊嘅軟件啦，可以幫你哋快速同個客人同埋個同事咧進行一啲嘅溝通。咁自動化已經配置咗你嘅 ERP 裏面咧，已經定期可以根據唔同嘅 situation send 出信息俾佢哋啦。個成本嗰度咧低到咧係大概500蚊一個月，而每一條信息係冇額外再收費嘅，令到你嘅通訊成本大幅度下降。我哋對接咗唔同嘅 AI 嘅平台，有 OpenAI 啦、阿里雲啦、百度嘅 AI 啦等等啦，咁提供咗一啲 AI 嘅自動分析嘅功能俾你哋，甚至有唔同嘅 AI 特殊嘅應用場景一啲嘅插件咧，可以配合埋我哋嘅 ERP 裏面嘅。咁除此之外啦，咁可以配合埋你嘅網站啦，甚至 Apps 啦，去配合埋一啲唔同嘅支付方式 ，Visa、Master、Alipay、WeChat Pay 都喺一個系統裏面咧已經對接晒㗎啦。當你收到錢嘅情況下，實時已經通知咗 ERP 裏面嘅唔同嘅部門，包括倉存啊、會計啊、財務啊、開單報價，唔同嘅人咧實時已經會收到通知，甚至開埋單出埋。成個流程已經完成啦，提高咗你哋喺市場嘅競爭力，令到個客人嘅滿足度咧大幅度提升嘅。我哋嘅公司咧接過已經超過500個唔同嘅客戶以上㗎啦，跨嘅行業大概有美容啊、健身啊、物流啊、倉存啊、貿易啊、trading、零售、餐飲等等嘅唔同嘅行業。咁我哋公司已經超過10年以上㗎啦，配合嘅團隊咧係國內嘅團隊啦，比較低成本，但係我哋同時間咧可以有香港嘅同事咧作為一個面對面嘅 support， 根據你嘅需求唔同嘅提問，我哋會回覆翻俾你哋嘅。你只需要話俾我聽，你哋嘅 budget 係幾多，預算嘅時間同埋你做咩行業，留低喺我哋嘅 WhatsApp 裏面話俾我哋知，咁我哋有專人上嚟咧去做一個 demo 俾你哋，了解翻你哋嘅需求嘅。記住我哋 ECST 定制 ERP， 留低你嘅信息，下次見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開埋個叮叮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睇我哋嘅新片啦。